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器。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你好，是歡迎收看6月11號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台市目前正全力推動4檔22億來打造 AI 智慧教室，希望達到每一位學生都有頻繁的智慧學習，並且跨越城鄉限制，充分將 AI 教學設備用於課程。對此，議員余竹清在總質詢表示。AI 教學設備不只是有，嘛好用有效，需要求市府建立定期維修甲汰換制度，並且佇偏鄉的學校優先升級。台市已經全面啟動為期4檔22億的智慧校園升級計劃，並率先全國將 AI 筆電甲 AI PC 引進各中小校園。對此，議員余竹清在總質詢進一步關心如何將 AI 教學設備用於課程，嘛要建立設備定期維修甲汰換制度，袂當只是有，而是愛好用有效，同時優先在偏鄉小校升級，減少所謂落差。如果是在我們有 AI 的筆電互動式大螢幕是班班都好用，老師都會用，學生真正受用的方式之下，是不是說可以再去演繹？以下我這個把它盤點4個啦，建立學校的智慧教學設備定期檢修及汰換制度，這個建立區域的維修資源機制，縮短故障的等待時間，
有的時候它故障的時候，你的維修機制，有的时候厂商可能1個禮拜才來，有個是2、3天才來。我覺得這個要明定啊。如果說沒有辦法去做使用的話，你應該有配套措施的。那第3個，強化教師使用的培訓教案班資源，讓設備真正融入的課程。那第4個就是說偏鄉小校優先去做升等跟資源，避免數位的落差。一定要都好用，而且不會故障。那如果有故障馬上就要進行維修，這個是我們有一個團隊是在做資源，那老師都會用，基本上我們的研習，我們的普及率非常的高，所以市長有特別，本來是3到8年級，後來又說1、2、9，通通都滿足，所以我們每一間教室目前都是智慧教室。OK， 那再來就是我們偏鄉小校，那生有平板是偏鄉最先。另外，面對台南市校園安全防護網，議員余主清對來肯定教育局導入校園監視系統消毒治安死角，嘛進一步呼籲現有監視器愛升級 AI 的主動防護，一旦有外人侵入、有衝突、有危險，攏會當第一時間主動警示通報，要求試辦 AI 校園安全衛士。校園安全不能只靠監視器，要導入 AI 的主動防護。我們都知道今年發生很多起我們學校校園的安全吶，那我們也有保全嘛，可是保全並不是24小時的嘛。那你說的，如果我們現在 AI 它不是不能夠做到這個程度，它可以去做一個辨識的程度。比如說我們其實是在資源人力不足的部分嘛，導入 AI 行為辨識，針對入侵、攀爬、衝突、跌倒等事情及時通報。因為小朋友在校園裡面，他不見得是在我們的監視器的範圍裡面。如果你能夠用辨識的方式，人臉辨識的方式，哪怕一隻貓，那個貓現在科技都很進步了，你不會因為一隻貓就會做警報怎麼樣，它就會自動做辨識了嘛。會中教育局長嘛肯定議員訴求，強調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台南新聞軍籍林延光採訪報道。為一當6月15號是警察節，台南市提前舉辦2026年警察節慶祝大會，會中市長吳偉徹親自表揚今年協選的模範警察、警察獎章代表以及績優的警察之友，並代表市民向警察、義警以及所有警察之友表達敬意加肯定。6月15號警察節特別來到台南市舉行慶祝大會，市長柯偉哲親自出席，表揚今年協選的3名模範警察、警察獎章代表、警察之友，也代表全體市民表達感謝。對於警察同仁，不管是待遇，不管是裝備，不管是這個建築物，或者是器材，或者是設備、辦公廳舍，大家也都全力來努力。市警局指出，今年1月份到5月份，刑案偵破率名列拿督第一，組查金額高達5億5000多萬，處理假道賽車690件，防制成績備受肯定。防治詐騙的件數是最多，那破案率也是數1數2。所以真的非常謝謝警察同仁的努力，在暴力犯罪以及這個槍械毒品的防治上，績效也都是大家都看得見的。為着維勉警察維護治安、交通的成果，對今年3月份開始，台南市調管警察勤務環境加成以及刑事加成，以提升社會韌性為目標，推動智慧警政治理，建立 AI 智能防詐 ATM， 展現守護市民財產安全的決心甲能力。台南新聞社採訪報道。大台南凌霄寶殿武良宮佇5日節農曆5月15將舉辦法會祈福活動，到時對上午8點半法壇起鼓開始，全程由柯白龍導導團隊依照傳統的科儀進行，共且獻舞上帝開工加持，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端午節自古有驅邪辟煞、祈福納祥的民俗意涵。大台南凌霄寶殿武良宮今年法會特別舉辦端午天師驅惡道大法會，規劃初五是水，日兩全體大團拜，過7節平安橋等儀式，為聖眾祈福保平安。今年丙午年的端午節足特殊，很殊勝，所以在這個8點半，咱的法壇開始起鼓。有邀請到這個
曲白龍奧運大道場，因隊長團11位啊，要帶咱一個廣場遮吼來宣召吼。當然啊，9點就愛就咱這個陽上帝啊吼，並走上蒼吼，在這個10點半，會恭請到咱的玄武上帝啊，佇咱五龍新莊鎮吼，要開光迄粒五龍寶珠吼，啊邊仔造景吼，五龍峰、五龍池，佮龜蛇大將軍吼，攏會經由咱玄武上帝開光。上主要因為配合午時啊，11點出午時水，啊，咱這五龍新莊這5隻龍的龍水啊，走出來的流量哦，我相信幾啊千人參加。報名參加發揮聖將，廟方閣會贈送天書花香、靈符佮肉粽，向真祈求身心安定、遠離災厄、加添福氣。報名參加有送這個香包，啊，這個八卦符內底是中府天書爺的天書靈符，這看要掛在咱厝的門外也好，也是放在咱厝內也好，愛放在車內也好，也是隨身啊，隨身會當咱保身。廟方有估這歲活動將會吸引數千信眾參加，場面會相當壯觀。主委王大明歡迎大家共同來參與端午日兩祈福。廟方閣大興準備了肉粽、絲瓜甲信眾結緣，展現傳統民俗文化，佇台南延續傳承的生命力。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第11屆鐵路便當節的台北場鬧熱展開，今年有64間業者推出超過80種以上的特色便當，對100塊以內到一個999塊的便當都有。其中嘛，因為特製餐客啊，加上獨家菜色，而推出的賣完。另外，台鐵方面嘛以循環作為主題，推出包括有茶、有灰啊，也閣有人參等各種材質。透過鏡頭做回來看賣。請啟動2026第11屆鐵路便當節正式開始。在交通部次長伍勝源、台鐵董事長鄭光元等人共同搖鈴下，宣告鐵路便當正式開賣，邁入第11年。今年鐵路便當節以便當旅程新時代為主題，匯聚64家業者販售多達80款的台日便當。交通部次長伍勝源表示，鐵路便當節不只是美食市集，更是串聯觀光文化設計與國際交流的重要舞台。今年參展的家數突破以往，有來自日本、國際各界的品牌的參與，讓台灣鐵道文化走向國際，也透過世界，透過便當，看見台灣的創力還有實力。台鐵董事長鄭光元強調，鐵路便當除了是國人搭火車時的熟悉滋味，更承載着世代記憶與社會變遷文化。台鐵期盼透過鐵路便當節這個平台，將鐵路從單純的運輸工具轉型為串聯地方觀光、文化創生、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的重要媒介，讓全世界看見台灣鐵道文化的創新能量與品牌魅力。在本業的運輸發展穩健的基礎之上，我們積極的發展資產開發、台鐵便當、台鐵夢工廠、軌道觀光與台鐵假期等周邊的產業，而今天的便當節正是展現這5大明珠項鏈的魅力的最佳舞台。今年鐵路便當節共吸引了15家日本及國際鐵道業者參展，其中有多款日式便當，包括淡路屋與 JR 北海道函館北斗特色便當等。因為特殊造型餐盒與獨家菜色，吸引許多民眾一早就來報到，排隊1-2個小時，就是為了搶到展場限定且限量的特色造型便當。因為我固定都有在收集它的那個便當的容器。啊，是什麼樣的容器？一個甕。它有比較特別的。
的一個鐵路便當節限定，是都有在收集那個陶瓷系列的便當。對，所以每一年基本上都會。你排了多久了？就大概9點多開始吧，1個多小時。台鐵方面，由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蓮與台東等6大餐旅分部也合力推出多款限定餐盒，包括售價999元、奢華感十足的曼香風味木盒便當與海味陶鍋便當，以及799元的港式工藝蒸籠便當。其中木盒便當與陶鍋便當現場詢問度超高，開賣沒多久就秒殺賣完。木盒便當，這是台鐵今年首推的。裡面有一個方形的鋼盒便當，還有我們裡面附一個飲料，還有一個甜點。這個只賣999，非常的划算。今天開幕不到10分鐘，已經全部售完了。這個蒸籠便當賣799，裡面有一個蒸籠，還有一個環保餐盒。以後出去玩的時候，帶着這個餐盒出去旅行的話，更方便。另外，這款台鐵首度與台東縣政府攜手推出的東博限定便當，環保餐盒裝入台東在地食材制作的飯菜，美味可口。後續如果用這個餐盒參加台東博覽會，還可以享有優惠 ，CP 值超高。這一款只賣199，裡面的餐盒可以帶回去重複循環，在東博期間，這個還可以到台東的店家去消費，有折扣。帶這個餐盒去到台中的店家有折扣，敬請民眾一定要前來搶購。為了回饋消費者，鐵路便當節4天的時間，只要現場購買台鐵999元及799元便當，還贈送限量 DIY 火車造型紙模型。除了各式鐵路便當，現場還有江之電平交道、輕之聲鐵道等周邊商品，也引爆搶購人潮。加上商品開箱、趣味互動與啦啦隊演出等活動，將台北車站打造為兼具文化、美食與娛樂的沉浸式鐵道樂園。有興趣的民眾可以把握機會，到現場親身品嘗鐵路便當的無窮魅力。邀請大家一同參與2026第11屆鐵路便當節。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長期因為汽車消費的爭議不斷增加，為了維持交易的秩序，守護市民買車的權益，長期政府甲桃園汽車工會合作，率全國先推動優良汽車銷售人員的認證培訓，期待透過嚴格制度來打造全國上界實在有信用的汽車交易典範。桃園市政府跟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攜手，率全國之先推動優良汽車銷售人員認證培訓計劃，並在日前舉行開訓典禮，期許讓證照成為經得起考驗的金字招牌，導正車輛交易亂象，守護市民的購車權益，讓在桃園買車成為信賴的代名詞。希望呢，我想我們的汽車商業同業公會希望能夠借由這樣的一個認證的培訓提升我們所有的汽車的銷售人員的這個素質他們對專業的這個了解對於跟民眾溝通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希望能夠讓這個資訊更透明能夠減少這個在購置汽車的時候的一個相關的糾紛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認證培訓呢，把我們的所有桃園的這個汽車商的這個銷售同仁都能夠的素質對專業的了解都能夠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能夠讓民眾能夠買車更安心。那當然我們也有一個對汽車銷售好店的一個選拔在這一次我們也有40幾家的這個銷售好店金牌好店能夠被我們選拔出來，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好店的選拔，還有銷售人員的這個人員的這個認證的培訓呢讓我們整個桃園的這個汽車銷售這個大家非常重視的這個部分呢能夠越做越好。
桃園市車輛消費爭議逐年攀升，113年有598件，高居全市消費爭議項目第2名。去年更是增加到了623件。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徐立生表示，近年網絡銷售詐騙等亂象頻傳，透過嚴謹認證機制做出市場區隔，鼓勵消費者向合格的業務購車，也防堵市場紛亂。現在我們桃園市政府以及經濟發展局非常認同認可這個我們的一個從業人員的證號。現在來桃園市買車，找有證號的車商，一定不會吃虧。裡面賦予了所有的專業品質，有證號就是優質的車商，一定要被全國來看見。桃園市優良汽車銷售人員認證培訓計劃共開辦7個梯次，課程涵蓋法制教育、行業現況、銷售技巧、網絡行銷、車貸分析比較、汽車構造跟原理，以及最關鍵的車輛識別跟變造判斷等。期盼透過產官學3方緊密串聯，共同打造全國最優質、最誠信的汽車交易典範城市。記者賴偉一屯報道。最近要迎接國際凌船比賽，不過大劉國際帆船比賽已經在基隆漁港登場。今年比賽吸引來自全球12個國家320位優秀的選手，以及34隻大型的帆船同場來挑拼，嘛正式點燃今年熱天壯觀激烈的海上活動。一艘又一艘的帆船乘風破浪，前往基隆嶼展開繞島賽。林總，你看帆船近的，哇，保養。從空拍角度來看，帆船航行在海面上相當壯觀。台流國際帆船賽8日在基隆登場，難得好天氣，吸引不少民眾觀看。而來自香港的參賽隊伍，去年拿下冠軍，今年再度參賽。還特別提早抵達台灣。第一次比賽很特別，它停2個島，每一個航程只不過是1個晚上，所以相對來說它也有晚上的挑戰，但是時間上也不是太長，所以對船員來說是一個蠻有挑戰性。我們喜歡台灣的本地的食物啊、人啊等等，跟日本也是2個地方我們都很喜歡，所以雖然我們要經過差不多3天時間把船送過來基隆。而來自南台灣由科技業組成的隊伍，對於台流杯國際賽事相當支持，強調具有挑戰性。那這一次的挑戰是風力的預報是差異非常大的，所以我們在起航前呢不斷做討論，所以做了一些的掙扎。我們起航其實有一點小輸，但是中間不斷的靠我們的經驗換帆，再觀察流，然後去扳回一城。帆船賽事啟動，民眾擠滿了潮境公園和101高地，欣賞34艘重帆船在海面上競逐畫面。那過往只有基隆到石垣或基隆到宮古，那這次串聯3個島，那總共有240海里的這樣的一個越洋賽跟場地賽哦。那我們今天是基隆嶼首站第一站基隆嶼的繞島賽。那今天有34艘的帆船一起來參加比賽哦。那今天的天氣其實是風不大不小，其實是最考驗這個選手的技術跟判斷的這個風力的這個門檻哈，所以是最具有挑戰。所以大家今天的比數其實都是非常的相近的哈。1年1度的國際帆船賽集結了帆船好手和山海愛好者，也讓民眾可以近距離欣賞帆船，感受到基隆獨特的海洋城市魅力。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6月是國際學校的畢業季節，不過你敢有看過佇水上辦的畢業典禮？為佇桃園的百吉國小，每一檔攏會讓畢業生到石門水庫的水域過船仔，來領家己的畢業證書。對此，副市長蘇俊斌嘛出席體驗，不過一不小心跌入水中，規身軀阿甲淡糊糊，透過鏡頭做回來看賣。百吉國小的畢業生們穿上救生衣跟裝備，在石門水庫划着 SUP 立板尋找自己的畢業證書。桃園百吉國小發展划船特色教育7年來，每年都會舉辦特別的水上畢業典禮。桃園副市長蘇俊斌也特別出席，並一起體驗划 SUP。沒想到拍照時不小心落水，成為畢典中唯一的落湯雞，也留下難忘的回憶。每個同學呢都要認真的划400公尺，
能夠領到我們辛苦6年的畢業證書。那我們希望說，一來呢，給小朋友們難忘的回憶；另外一方面呢，也讓大家不要忘記，我們身在大溪，我們在百吉，我們在學校裡面所學到的太陽文化，所學到的生態教育，還有我們學到的水域安全的教育能夠讓他們帶着一起把百吉的精神在桃園各地，甚至台灣各地發揚光大。校長表示，百吉國小近年來在各種水域運動賽事上表現亮眼。透過課程跟訓練，學生不僅學習水域運動技能，也認識自然環境，培養自救能力跟水域安全觀念，並在過程當中建立團隊合作及堅持到底的精神。百吉的划船特色已經大概有7年了。那如副市長剛剛講的，我們的小孩是拿了桃園之光，就是全國第1。那所有在市比賽、全國賽各項的比賽，只要是划船，幾乎都是百吉的天下。你們看澳門就知道這裡是百吉的天下。小朋友除了認識水域活動這個自然環境，還兼有要自救那對他們來講都是很美好的回憶。這場特別的水上畢業典禮，不僅畢業生們開心，家長也覺得很特別。原住民家長覺得，身為部落的孩子，這也是一種技能，讓他們從中學習獨立。就是還蠻特別的，他們就是另外有水上的那個畢業典禮。對，我是第一次來看。他覺得說這種畢業典禮會不會覺得說蠻好的，讓孩子可以永生難忘這樣？對，就是體驗不同的那個啦。我就覺得就是畢業典禮有一個特別的體驗這樣子。這個是對小孩子是很好，也是一個體驗。對，後來畢竟我們也是原住民，就是讓他們更要去獨立，去面對，對，去克服這些問題這樣子。百吉國小長期深耕水域教育跟環境永續課程，將石門水庫周邊豐富的自然資源轉化為學習場域，連畢業證書都是校方精心制作的雷雕證書，漂浮在水面上，讓學生們自行領取，帶給孩子們不同於一般學校的豐富學習體驗，也讓社會看見偏鄉教育的無窮價值跟可能性。記者賴偉一同報道。感謝收看6月11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剛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
而民眾不服時，只能提起訴訟。行政訴訟調解新制，讓人民有其他選擇來解決紛爭。由外部專家擔任調解委員進行調解，讓有溫度的協商盡可能取代全有全無的判決。